下月影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字回堂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绿雨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莲的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随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带这么长兵器，你是现在我们武艺派的吧？今天刚来的。你说的什么兵器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那你带这玩意来干啥？咱们武艺派不是教琴的吗？你小人还敢躲是吧？我去！谁把这货带来的啊？我母鸡啊！莫愁当官，万夫莫开。但是我们今天这身行动太适合今天的行动了，有没有？嘿，姐姐，他们出的主意都没用，看莫愁我今天如何带你逃出升天，离开花满楼。对了，你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待会儿有任何的动静一定要保持镇定，镇定再镇定，一切行动看我的眼神和手势再行动，知道了吗？果然是这样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外面一定是密谋派来的暗桩。上一集不是说过了吗？闭嘴！还是我话痨呢，你才话痨呢！你全家都话痨，你楼上楼下都话痨，你全小区都话痨。表姐，这件事情你可一定要听我的，紧跟奴家轻盈的步伐，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奴家现在的处境可是前车之鉴呢。说起这件事情来，我可真是举一把辛酸泪，请听奴家细细道来。你也知道，我本吴越国名声显赫的重臣李靖庶之女，向家父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殚精竭虑，忧国忧民。不料天不测风云，奸人当道，暗箭难防。但我曾发愿必为家父收集证据，洗脱罪名，还我李家一世清白。就算是受尽凌辱，以性命相拼也甘心。你们两个是哪个组的？不知道我在这站桩吗？今天都什么情况？啊？我堂堂武艺大派，你看最近收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哥，他们可能是新收的吧？最近大长老比较忙，只要有人肯来，便会不由分说的收下。既然你们已入我武夷派，而且这次
是被派来执行这么紧急的任务，都给我把眼睛放亮点，啊，嘴巴闭紧点，脑袋要机灵点，啊，去吧。等等，你们两人的夜行衣下摆，为什么跟我们的不一样？嗯，对呀，我堂堂武夷大派，吸纳九曲剑法，着这羽红紫尾大袍，可是你们呢？大长老对我们武夷派真的是越来越不上心了，还不赶紧去换了？是。那这次行动没有女的呀？给我追！兄弟们，扁王要抓活的。今天碰上算你们倒霉，看你们行不行。上呀！兄弟们，不管了，抓不到活的，死了也成。与其被耍，不如提示回去，照样能领赏。其实我想多拿点，活的赏钱更高啊！表姐的声音怎么变了呢？走。这事儿你不行，我来。嘿。回来了。让我略略。你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你还是我那个美丽大方、楚楚动人、善解人意、端庄贤惠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佛见佛实、大官见见了、该也该的姚姐吗？来，莫愁，坐下。坐。莫愁啊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表姐，莫愁不懂事，做事没轻重，你觉得
我的方法可好？其实你强迫表姐出逃之后，她就将这事告诉我们了。大家呢觉得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，所以啊，就顺着你的想法将计就计，让惜春呢假扮表姐。这叫引蛇出洞，就是借你和表姐的出逃，把冥王安插的暗桩彻底的拔掉。对呀，莫愁，这事儿呢，大家事先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你觉得大家都瞧不上你的想法。但是现在这样呢，总算是扫清了画满楼外的暗桩了，不是？果然是傻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为啥你的好心总是建立在自己傻的基础上呢？表姐，饭可以乱吃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你可不能乱说。莫愁为了你的事情，3天3夜没睡觉，5天5夜没吃饭，9天9夜未展笑颜。你居然不信任我？莫愁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东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就应该多读书，多学习，少看热闹，少偷。闭嘴！再不闭嘴，让你来个见光死！莫愁啊，姐姐知道你是真心实意要帮我啊，对，你的这份情姐姐心领啦。啊，对，咱们大家事先商议，也是为了让你刚刚别露出破绽。啊，对，现在事情圆满结束了，你难道不为表姐高兴吗？对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爱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过无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迷雾茫茫，你的身影找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